就买几份，豆分，好不好？张伯谦出钱这样。走的哈，好来，来喽，主题来。六。誒星爺嚟做埋嘢，送完老飯，雞腿。幾秒？糯米粉去冰了，煮到變軟，所以佢哋係標榜係純糯米做誒。厲害哦！它可是公路什麼自己講？公路奔馳美食家。一家之主愛追求，窮要麼窮了。姐姐，我先跟你講，他已經是客家界最會輸的人了。你不是啦，拍攝T奶下，劉大憲，有斑馬，長山公大馬街，長山公係盲人啊！耶！大家好，我係民族。大家好，我係鍾伯強。今日吼，佢嘅節奏，佢嘅心情咧完全冇扣喲。係啊，因為今日係你主持一家之主5年以來，鐵給吧！哇，那種難中咧！而且今日唔是主菜，自己調起嚟嘛。今日呢，我嚟紅蘿蔔。嘿，冇錯，小家你下再貼鐵食好咧。我先來好好小件啊，背後有一件呢是喺100年嘅老窯區咯，超過100年嘅歷史誒，有千多年咧來到一道味嘅，而咩來記先呢？而係來一道味嘅啫嘛。貼相或是打卡，還有人在這邊拍婚紗，裡面可以買到跟明信片，這是直接寄出去，這個是真的可以寄的，可以寄的，對。其實你看起來建築外形哦，你就地哦，跟台灣當中的西街哦，它的這個伐木啊。富裕窮嘅翻中，所以哦，都兩下，這個整個變成一個山區慢城，東因來到兩片哦，就係咁樣講誒，除了王蓋字啊，就係來到兩片翕相啊，感出了山區慢城的感覺。對，而且頭擺都要到邊呢，還有採礦，沒有你呢，也有採礦業都頭擺請擺攤。哎，唔過講都要到邊，我嚟王傑發，你今天口袋夠深嗎？可以了，應該走單。5年來我沒有被他請客過。有啦。哪一次？比較少而已。先來分享到，你嘅好朋友山海米是一條龍，荔枝柳。壯哥，你今天不用當金主了，我們有金主乾爹來。走對了哦，謝謝。食量不要太大，好不好？謝謝你。好，沒問題，沒問題。好，接下來看一下罕有嘅來賓係瑪莎公路奔馳美食家秦有鳳。今年你唔單止要紅嘅，以外是好些東西，我們還要大放送，搶定下嘅遊覽客區啊來說。還有攞菜題嘅傳統嘅美食推廣出去。超錢準備好些來咯。等一下找助理拿。馬上就來出發嘍！老公，南中路嘅愛青酥，愛吼，識你30人歲啊，碰落去特別拍超過30擺。你自己抖自己年齡的部分。查得到啊，這家一定要吃。網紅名店。聰明愛豆腐乾。哦，哎，南中的豆腐乾有名哦。大家先期看一下，因為我覺得它的特色性看，因為豆腐乾凍泡，它是薄片豆乾。不是，重點是松貝鴨給那個醬。因為呀，你愛靈魂啊！你怎麼可以先吃？師傅平常煮給我要餵他吃，我要餵他吃，而且要補你大家在衝醬。唔使怕。不用，我們這樣就可以了。為什麼你們的豆腐乾會做薄片的？對，因為是我們都這樣是比較有入味的，所以那滷的時候比較有入味啊，菜啊，它有黏咪啦吼。哇，女明星沒有在乎形象。你啊豆腐乾嘅醬料地板去加蒜香的梅頭，嘿，蒜香的梅頭凍蔥。啊，這個好。這個蒜香跟凍河筍呢？我原本以為它厲害是蔥，結果它厲害是蒜，因為啲凍泡，所以它的口感真的很 Q。你給它豆乾有給細絲嘅米絲，哎，這個好好。我想到雪梨的味道。但雪梨我還做過來啊。都38度，你看安雅天氣，佢漢族的感覺好鮮，代表真的好吃。我今天真的很好吃。可我想吃竹，這是貴竹筍對不對？
煮笋没做得洗啦，哎呀，那你们的鬼就笋哦，在煮汤之前是不是有先高汤还是？高汤大骨的，哦，大骨高汤。谢谢。我先让吃看。好啊。哇，那之前呢，要倒闭的时候，就一听说要倒闭的豆腐馆，薄片的啊，很少吃到。就在牛安 point 哦，最重要是它酱料。老板来了，老板来了。老板来，你还整理一下头发，我看到。帅，老板帅。哇，掌声欢迎一下。刘刚啊，加油要给西巴啦。等一下呢，甩到几点就买几份9分，好不好张伯谦出钱这样。走带哈。再次强调。这一在哪里？一等一下，我俩会俩啦，哦俩啦，哦六啦，甩到几点？越强的啊，越强哎。好来了，准备来。六。感谢天。100吗？不是啦，你一我讲，给我来讲，好不好？是谁咩？给我，你请客哦，你讲那么大声。你有带钱，还没带钱？我在用音，请你贴片，因为我们第一家就吃你的，我们2次。就直接12份啦，改多了，改多了，改多，好，改多，好不好？给我100啊！来，哎，6，好了，6走的，6。7分，张伯谦。跟去台标讲，等一下就73应该游客，我们要把它分享出去。那你一定帮我们抓，我来招揽客人，好不好？好。像7位幸运的朋友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现场去抓。我们先准备，好不好？你先准备。先帮我们准备7份。谢谢，先帮台购，先帮台嘎。你们来玩吗？对。从哪里来呢？高雄。高雄特别来苗栗玩。对。先跟你们说，这家一定要吃。对。你们还没吃嘛？哈。还没。让他先选一下，运气还是记忆？你先选一个，会导致你要玩的游戏是什么？不一样。不要偷看我的大字报。你想选运气？运气，那就是一家海带拳。你声音好可怕。有。因为这第1组，但是第2组就没了。好，一家海带拳，派出你最会。我超会玩海带拳，超会玩。你赢我的话，就会有1组豆干跟竹笋汤，超好吃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哦，一家之主爱最强，然后强勇猛强勇，强勇猛强勇，试一次。强勇猛强勇。哎，你是客家人吧？你是客家人吧？可以吗？来喽，准备好吗？千万很弱哦。你要3战2胜，还是1拳定胜负？1拳定胜。有胆识。来 ，OK， 准备好了哦。剑斗杀还有不？好，你先来。一家之主爱最强。强勇猛强勇，强勇猛强勇，强勇猛强勇，强勇猛强勇。不要抢人家。我是不是够大方？是不是够大方？你是真的输哎。真的输了。好，体育组送出去。弟弟要不要吃豆干？跟弟弟玩游戏啊。弟弟，老板娘，抢太港式豆腐馆做顺汤好吗？之前嘅。好。我们玩游戏好不好？弟弟跟大家 hello。你要不要吃豆腐馆？大姐，你是弟弟的。阿婆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玩，好不好？还是跟弟弟一起，好不好？对，听不懂提你住嘞。不是，他说压一压孙呢，我不相信，看起来像爸爸妈妈。天哪，你用了安头上哦。来，是哪里人？院里。哪里？也是苗栗啊。那你要选择，我马上就进游戏，好不好？好，黑汉你嘛，苗栗院里。我是矮黑银黑。哇，客家人。那我们就来进行，请问，因为显这是表达能力还是反应能力？2选1，抢先争。2哦，反应能力。好，两下嘅受访吼，就4只冇強用嘅派兒，因為先4選1，決定今天的彩體育庫為哪一種風向。好，選一張，來，選一張。哎呦，水果，你最好先買水果呢？好啦，
芭蕾好，我们来先简单分队一下。第一位哈，基利亚哈故事是三音啦，某时间用民主音好，老姐姐跟我吹。那阿良够老阿凤够强哈，好，就我们2打2。好，那自己按人家水果的名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民主会买那个 kiwi 好，我是你榴莲好嘞。奶鸡好嘞。哦，奶鸡好，啊，因为买吃婆哎，哦，吃婆哎，就丑妹嘛。好。你要把我们这个第2组送出去的拿到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吗？好的。好，菜头裤，菜头裤，菜头裤玩 kiwi 裤 ，kiwi 裤 ，kiwi 裤 ，kiwi 裤玩吃婆的裤，吃婆的裤，吃婆的裤，吃婆的裤玩芭蕾裤，芭蕾裤，芭蕾裤，芭蕾裤玩吃婆的裤，吃婆的裤，吃婆的裤，吃婆的裤玩芭蕾裤，芭蕾裤，芭蕾裤，芭蕾裤玩吃婆裤，吃婆的裤，吃婆的裤，吃婆的裤玩栗子裤，栗子裤玩芭蕾裤，芭蕾裤，芭蕾裤。哎，这个他输了，你也芭蕾了，芭蕾嘛，好了，是。恭喜泰国泰姐。我讲一下，因为泰国泰姬呢，今天他们是全家出来玩，我们就一次送2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大哇，你看包弟弟拍拍手哎，开心了。哇，最放你的时间。我们还有一份，对，最后一份幸运儿，弟弟要报名来。来，弟弟要好了。记得 C 啊，今年几岁8岁。 ？8岁，小学2年级，要升3年级。来，我们要跟你玩游戏。好，你要选表达还是反应？反应。好，又是菜头裤。来，拍个线都不给显一下，不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马盖。动物。你最好哪一种动物嘞？企鹅。企鹅。企鹅。你好嘛？给动物的。企鹅。叫位好了。叫位。老福。没有位。明珠姐姐的是。企鹅。那明珠姐姐的。叫位。那阿芳。老福。没有位。哦。准备好了哦。好。菜头裤玩罗浮裤，罗浮裤玩鸟儿裤，没有位，没有位。叫嘛你要叫嘛叫？因为他刚刚讲那个我听不对了，我翻不过来。我利用一下你时间咪教一下大家，因为会了强的猫就按到鸟儿，西人强的猫按到没位。对，所以你走谁了？OK，他就直接输了。就输了，游戏结束了。我来不及了。但你要是豆腐干，要是竹笋汤。好，懂吃。好，谢谢，安子生啊。等一下去某就记回哈，去他们那个莲药粉该片要碰冲一下。下一次要记得你要大方承认爱黑哈嘎你，你讲一次。爱黑哈嘎你，哦耶！我们闻香而来，哎，你从台北荡过来，真的，台北下来，从台北就闻到你们家蛋卷，对，所以旁边的蜜透，那条边蜜透，那看你这个蛋卷冻都口味呢，这个现做的，这你要买个口味嘛？这是桂花口味，我们把桂花晒干、烘干以后，然后磨成粉，把它加在这个面糊里面，哦，做成这边的特色。天州怎么样？有点少哎。对，今天现做呢？对，今天找别张做啊，找别做的，现做的，冻酥脆，冻我心，对，桂花面里头冻对，吃这个会有感觉像在口腔喷了桂花香水一样。是的，好吃谢谢。然後星年嚟做埋嘢，鬆年撈飯，雞腿。幾秒？糯米粉去冰，就煮到变硬体，所以几年系标榜系纯糯米做的。你好厉害哦！它可是公路什么自己讲？公路奔驰美食家。
你刚才讲你系客家的姓酒系吗？我是客家媳妇，我是外籍新娘。哦，我是外籍新娘，我从村里不像是游泳来的。游泳来的。对。你对于感受这个客家的魅力有什么感觉？客家的魅力，我感觉到客家淳朴、节俭、好客。对。完全切中核心哎。好啊，完全中。猫子来他没有讲到帅，因为她放心中她老公最帅啊他。也没有讲到。好，等下就听挑教娘吼，等下叠来刀啊。你叠到几多加个数目时吼，我们就买几份。好，来，预备，3、2、1。好，到底是几多呢？哎，4份，走的啦，还好不错。对呀，好，阿姐按你先去准备一下，哎，你会请一下游客，我们要来送礼物了。好，OK。好，那我就去准备哦。先帮台的，谢谢。好，哎，姐姐等很久了啦，是不是我的粉丝？小龙，他叫的是我的名字。来，姐姐来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依隻嗌哦，嗌做咩嗌要依嘅得住？一家之主。嗌用必須呢？哦，那你这一次一定要赢哦。你要选什么游戏来？我先讲一下。对，表达反应2选1，而且哪一家？哎呀，安難選呢，民族恩用哎，凊彩都做對，一你定會表他的表能力達能力动喉哎，好冇？你表达能力动喉啊。那阿姐因为负责来描述哎，也系答题哎，我描述，果然是表达能力之女神。好了，好，啊你要选一个当你的隊友的，13年。因為剛才你哎呀，記好嗎？第三，海龍王激動厲害，好吧？激動強，好了，來，好，啱啱嚟飯好嗎？好，但是呢，你待會兒看到題目假使真緊就唔曉講誒，有一次 pass 嘅機會，好不好？來，繼續請開始。依客家種，依傳堂食飯會順，你講好就。用時錯低錯。哎呦，熱題。我星期嚟做晚嘢，送人。撈飯、雞腿、鳳卵。哦，幾秒？阿姐冇用到20秒哦，來恭喜一下。遊戲王哎，加油！你們兩個真的是默契，不認識吧？哈。有啊，上次啊，就賭狗啦。上次節目上就有啊。輕久以前啊，太厲害了，很會哦，民族。不用分本一分，帶着一本詩漢詩啦。哇！安子 C， 謝謝哦，什麼呢？謝夢妮。安子 C， 有沒有安跳？下一位，有沒有要挑戰20秒以內的？有要挑戰的嗎？哦，來，唐講有係客家人的，所以表達了反應2選1。表態。哇，又是表達女神。好，肯英娘辦公，請就參賽位置。先給你一個壓力哦，剛剛不到20秒哦。該下係阿兩個來搞，冇事你下吧，阿鳳哥讓你調答。好，眼魔動厲害哦，哈，眼魔動厲害。你不要害他50秒哦。一分鐘之內要答出2題，值得一張，好不好？值得 pass 走得100，好不好？好，繼續請開始。看到老老的兩公婆，我很幾物嘅。哦，你講到鋪咧，講鋪就講到咧。哦，就不是。聽一聽。客家人食的會變酥皮嘅係咪嘅？半酥。哎，答對。然後呢，用豬肉去搞起來。燒。咩豬肉？哎，差點一記嘅係咪嘅？差點一記係咪嘅？烤來食的。烤來食的。哎，獅子頭。啊！再講啊！雞巴。哎，皮起來有啲棒子味。棒球味，丁香花生，不是，葱哎，台葱，凍結金牛，嘿，棒蒜頭味，任葱，對，幾多時間？15秒。哦，走的，15秒是走的，也分眾之內啦。來，恭喜！來，我們拿一份好不好？好來。最後一位參賽者，醬色妹，來。
但安球咧，千袂看两矮落一边。从哪里来？新北市。新北市。你是不是板桥？跟家人。那爸爸妈妈在现场吗？在。好，他们去逛街了。爸去逛街在这里。那你有压力哦？运气、记忆2选1，我选哪一家？记忆。记忆哦。刚考完大学吧？对，没有，要毕业了。要毕业了。大学要毕业，那就是记忆力最不好的时候呢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记忆的游戏关卡。好，我哋下收放吼，就4家拍了吼，个蛋糕就摸穷了哈嘎斯，等下绕场民主来告一下客家话怎么说。没问题。好，第一个先来教一下大家，自己选。看一下第一个叫做豆茄盘。豆茄盘。豆茄盘，来第二个。米渣。客家炒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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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难了吧？都4个字。来，挑夫法。挑夫法，他一定想说这不是2个字吗？挑夫法，挑夫法，挑夫法。那这个第二个是什么？客家炒肉。那这一个呢？豆茄盘。真的很厉害。最难的会不会这个？那个3层肉。3层肉。你就记3层肉。 3层肉。 3层肉，来复习一下这个。3层肉。稍等。好，挑夫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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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客家炒肉。哎呦，豆茄盘。哎呀，这个不要废话，不要废话。真的很厉害，快！一次哦。豆茄盘、客家炒肉，还有个3層肉。好，請問有係買嘅東西？你邊個吧？ 3層肉。好，有係買嘅東西？你有沒有？只有一題呀，不是一題而已嗎？沒有，一題啊。答對一個就沒有。哪裡來？等一下，我們試試看嘛。好。豆茄盤。真的很厲害。客家炒肉。哇，挑夫法。真的很強。不可能哎！超厲害！用一，真厲害呢！厲害呢！你老實說，你真的不是客家人，但假扮非客家人吧？你是不是師大外語系的？不是，語言學系。你什麼系的？我是外文系的。你看，今天的天賦。語文系的都是語。恭喜，謝謝巧龍，謝謝。毕业有一点是一定必吃的，該不會你又拍過？我從小吃到大呢，都規範後一條是個規範唄。好来，吃吃看。一口汤圆，一口冰，拌着桂花酿。为什麼要放西瓜嘞？啊，放西瓜呢，就是讓你糯米比較好消化。这是我们老板贴心的地方。那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汤圆遇到冰，它不会硬。不会硬。是为什么不会硬？是纯糯米的关系吗？好厉害，对不对？那厲害哦。是哈。超好吃。一定係純糯米，我們代表糯米粉。係糯米粉去冰，然後煮到變會硬體，所以佢哋係標榜係純糯米做嘅。係現做現食。哦。哎，你厲害哦。它可是公路什麼？自己講。公路奔馳美食家。这个吃完后，就是下面还有刨冰哈，所以配着桂花酿一起吃。哎，卷进好學的。你繼續吃，我帶老闆娘玩遊戲。好嗎？來玩遊戲。你的意思係講，假使老闆娘去碟到買個數目時，我們就送幾碗，沒錯，好不好？老闆娘，而且送給遊客嗎？你們現場客人超多，我們就看誰要加碼再點，我們就直接幫他買單，真的嗎？好不好？請丟到6哦，銀行都有。你丟到1裡面會有哭聲哦。對啊，銀行都有。天명啊！好，那我們就進去看看。好，來。等下都愛書紅哈，就4種貓熊的拍兒。然後呢，我們會請明珠姐姐來教你這4個客家話涼拌糕。好，然後你要記起來。OK， 好。先來第一個，請問你要係乜嘅？香蕉，來念一次。香蕉。香蕉，看一下。香蕉。
香蕉，念两遍，香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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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100分，增加了好，第一种厉害吗？来，切，你都没有给人家看到。吊车耶，吊锤耶，吊车耶，吊锤耶，这个呢？香蕉，吊锤耶。100分。你现在摸飞机考量眼镜很幸福，我想说他看的也不知道银行办公。玻璃菜，玻璃菜，啊，玻璃菜，这比较简单。玻璃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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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玻璃菜。对，每一节在海马干。反瓜，反瓜，反瓜，要复习吗？反瓜，香蕉。 吊锤耶，吊锤，高丽菜。好来，好，来了，来，马上，自选一哦，自己选。好，他已经赢了啦。香蕉，可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啦。对，4份。哎，懂难的，我们4人行哎。哎呀，像你的衣服哦，脏掉可以在这洗。你不要，你认真卖功销。真的啊。要写上面呢。 要写上行。條班人家都要到畢業13呀，他家的咩行喺附近裡面哪有人真的，這是一個活水。有啊。一家之主愛追求，強有夢。姐姐，我先跟你講，他已經是客家界最會輸的人了。你。我跟你们說，來到南州一定要來請愛好朋友樂富米生。咁樣結痛哦！我每次來呢都要趕時間，你別接手都會賣槍槍哦。好。Hello， 條哥。用講選嘛條梅。 姜黃哦，你一定要通水整個煮個凍吼，又該姜梅吼，很濃，添煮油煮吼凍好食。一個好有幾百人來到南州，東南亞生，我真的從頭暖到腳，由內暖到外。一個啊，好，剛剛他有講嘅，就像他剛才起巴，不用都要給桶水滴度，不只是這樣，因為還要給5桶水有冇？煮為有煮。對啊，師傅一定知道吧？然後是因為我吃了些姜黃，姜黃又加上要薑汁，吃到一陣秋明珠光，整個身體都暖起來了。你剛剛學的甜菜根哦，佢本身哦，佢甜梅唔會凍衝，因為甜菜根它本身就是它是乾梅，因為甜梅，對，然後配上這個糖水哦，絕配。那麼好吃的話，我們來請人吃，好不好？剛好有個人。好，我幫他買單，好不好？有喜會送嘅簡單就係講。 幾道數目是，你就會送幾道粉本 U Hard Lotion，好不好？好，來1、這裡啊哈，這裡哦，3、6，那6份的這個6痛期，你會送出去。好，那我們來去找一下。準備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，好，謝謝大家，謝謝。那我們來找在地遊客。難得我們這麼大方哎，有了，哇，又很強，我去問。你龍沙今天當都在南種哦，從哪邊來啊？從哪邊來的？我是外籍越南來的。哇，該不會嫁給客家人吧？南莊的新橋啦。我是南莊新住民，去年剛搬過來。因為基隆沙我們要講他，所以我們就運氣、記憶2選1。好，你要選運氣還是要選記憶？你有沒有中過樂透？沒有，選記憶，記憶，那你選記憶就。那我選運氣。運氣好，3-3。我哋一下小項要試做摩強龍嘅派兒，每一隻派兒都要摩強龍嘅客家詩。然後等下明珠姐姐我來告龍沙姐姐銀行辦公，但是要把它記起來哦，好不好？來，第一個腰婆，千萬記得哦，腰婆。好，走的。第二個，怪耶。你這個人真的很奇怪耶，那個怪耶，哎，你這樣子記就行了。怪耶，黑尾，最後一個哦 ，people 哎，people 哎，英文的那個 people，
people 哎，来，马上即时记忆。好，来喽。好，确定了。准备好了吗？都带俩黑马盖。哇！完美，厉害呢！他现在心里面在想说，还好不是 UPO。来，就先这样。下一个是记忆，命运。对，那个运气。来，海带拳你会吗？海带拳就是海带呀，海带。上，旁边。嘿，对。好，那你要先选个对手。你要选谁？要选民柱、白 Cam、阿凤，还有阿亮。好，你真的很会选，他很这个。我超不会玩。对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先出拳哦。一家之主爱追求，漂亮。姐姐，我先跟你讲，这是练习的，最后一次哦。你不是要想好什么？你要猜我是什么？他已经是客家界最会输的人了。你，姐姐，你至少剪刀石头布先赢，好不好？3战1胜就好。好，3战1胜就好。你连剪刀石头布都输呢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明珠先哦。要跟他不一样哦。一家之主爱追求。换你，预备起，Q 幽默，换明珠，Q 幽默，换你，Q 幽默，我输了，实至名归。黄洋还有，我觉得要挑情侣，两小无猜，对啊，好来，海生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是苗栗人吗？是苗栗人。带女朋友出来是你买单吗？哎，对啊。那今天换我们帮你买单。哇！还要请你吃东西啦。他隔着口罩我都看到笑容了。对啊。这样好不好？因为是情侣的关系，2份，一个人玩就送2份。哇，好，没问题。那要选择运气还是选择记忆？2选1，运气要来。运气。来喽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先哦。一家之主爱追求，Q 他赢了，其实他是比较木讷型，是认真输哎，我认真输，他输了，认真输。我想赠送的心情有这么明显吗？好了，恭喜！哇，来，还有2份，哈，还有2份。一对情侣在这。你确定是情侣？你要先问呢。我们先问一下，你们是客家人吗？不是。那你们谁要玩？他玩吧。你玩啦，好了。如果客家人的话，2个运气或者是记忆，2选1。运气，好。来，直接比。那一样。剪刀石头布，一个加你找比较，对，你就 Q 幽默，对你先哦。好了。输了。我今天真的是走大方路线。这是我老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他叫什么？橘子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因为他是那边做生。甜呐，你每干嘛生个鸟都要弄橘子？对啊，朋友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家店一定要介绍。对，因为抱歉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个牌哦，一个价值的来宾哦，佮讲咱种最有名一天爱吃就会肖记黑糖糕。记得那么清楚。真的，来介绍一下。这个你讲比较不好意思呢，因为很多游客都说来到南庄没有吃到就等于没来。哎，对呀，还有些。但是我听说过以前的黑糖糕不是长这个大小哦。特白按你霸总性安排。霸总台。哦。霸总性安排，差不多3寸。安尼按照家去的。怎么个两下见到金台咯？一菜早包东西。包按多。哎呀，还用买客家的哈。按用一张嘟好啦。对啦。可以为2-3张没哈。真的买给了吃这看那么。做的。而且我发现他有冇穷用，又爬马步妈哎。你系干妈系，我都讲师傅炒的。啊，唔过你係生鮮煙梅，因為烏湯啊都冇加化學嘅東西，煙生煙梅生其實。對，好。你這個都是每天要現做的嗎？係啊，當天現做啊。好軟哦。下班。哦。
那你们这个黑糖糕，我买这怎么转？也是没有添加物啊，什么老传统的。你看，你要讲 Q 呢，好便宜啊！哎呀，你要 Q 係好嘅，那是傳統嘅，傳統嘅呢。这黑糖的香氣好香哦，真的，而且有調白的面頭，調白的面頭，係調白。哎，小剛娘娘好唔好？既然是來到南中一定會食咧，我們今天呢是我們的特輯，想要來搶太假色，跟你玩一個遊戲，決定我們要送幾份給大家，好不好？走對嗎？哎，做得哇，來，沒問題。等一下有加麻子的，我們私底下再吃。麻子，麻子啊！好了，麻子。來，對不？給到家數目詞，我們就送幾份出去。好來，1、2、3，6。你会接到。不然这样好不好？我们送，不是，我们送一組的人哦。喺度兩種係啱啲水。都是台啦。唔炸。那我覺得一推出的嘞，長寶嘞啊，因為幾個當日天色的嘞，不然一家人沒有辦法一下散的哦。你先幫我們準備打包包裝一下，重到這樣咯。我們先來找一下遊客。好，來。有沒有人要玩遊戲？搞就有嗎？給了喲，只有一組哦。姐姐，你還沒準備20呀？哎，張寫下後條那麼。你讓第四節寫好了。來，整個來看兩片哦，看兩片。好，哈嘎音。哈嘎音啊，我寫一下。表態到反音，2選1。表態要翻音，你會寫嗎？直接翻音啦。翻音好了。那我們就要菜頭燉哦。來。好。等一下，我要4種冇重用嘅題目哈，因為現在我係鹹魚醬，好不好？來，你選一個。來，大可樂。稱謂，稱爸爸媽媽、阿公、阿婆、姐姐、妹妹、弟弟、哥哥。你係馬英嘅馬介？我係我來嘅阿妹。好，你係阿妹，阿妹。阿你咧？我係阿妹嘅妹兒。妹兒，老公。我嘅爸爸。爸爸，老公，阿妹，妹兒，好難記哦。怎麼確定哦？我想用阿妹鹹魚加，好，好不好？我加進去一起玩。那我不要玩了，你加進去啊。好，那我就妹兒了，因為我玩2場。好，對，好。那你要什麼？你冇來啊！吹條鼓預備備，來吹條鼓，聽媽媽鼓。因為鼓落去。媽媽呢？媽媽鼓就用打耶，不是啦，怕是踢奶哈。踢奶哈，掛教師。沒。有教師。幹嘛？沒。大動作係滿音啊！媽媽鼓嘅係哪個意思？媽媽鼓玩老公鼓。老公鼓玩媽媽鼓。媽媽鼓玩爸爸鼓。爸爸鼓玩哪個鼓？來兒鼓玩阿公鼓。阿公鼓玩媽媽鼓。媽媽鼓玩阿公鼓。阿公鼓玩來兒鼓。來兒鼓玩阿公鼓。阿公鼓玩媽媽鼓。媽媽鼓玩爸爸鼓。爸爸鼓玩阿公鼓。阿公鼓玩媽媽鼓。媽媽鼓玩來兒鼓。來兒鼓玩爸爸鼓。爸爸鼓玩哪一鼓？來兒鼓玩爸爸鼓。爸爸鼓玩爸爸鼓。你說爸爸，他說爸爸，他說媽媽。看脾氣啊！他說爸爸。那我輸了，直接送了。讓嘞。好嘞。你覺得你這邊的肩膀會不會有點痛？我這邊很痛。你被壓下去。哦，恭喜！好心夢一。對，要啲輩度哦，要黏妹，還要跟媽兒跟妹。昨天那說不可能啊。要黏妹，要媽妹。千夫所不黏。好，心夢一樣子。心夢。還有多少？3組，還有3組，先來一組。因為我們剛剛擲完骰子，我們現在就打破規則。
就是他有剩几片，老板剩几片我们就送几片，好不好？ OK， 来，你想玩什么游戏？好，客家人吗？对。他港演，那我们就来表达还是反应2选1。弟弟想要表达还是反应？表达好了啦。来，表达抗议娘办公。 等一下都1分鐘，你都可以講你講的呀的題目啊，給出團隊用題的話就算贏哎。來，我們先給他看一下，比方說第一個呀給，你不能講到這個3個字，人家形容給他聽，好不好？民族 Q。預備開始，來形容給他聽。幾多大師啊？這個啊？哦，我講給他聽啊。我是沒有會看得到哦。是啊。 3個字，3個字就算了。知唔知10？ 我们脸上都会出什么？有。对。第2个字就是，我们大家一起玩。搞。不是，就是说。你不能直接不有的啦。那个端午节。10拍的呀。就通告。黑啦。好棒。我帮你救你们了，没有不用一个字一个字。南漳最有名的黑马干。刚才就食過誒。兩隻屎。牛埔區係3隻屎呢。南總，我們剛剛吃了什麼？我的天哪！輕中一下。剛才是凍茶，是嗎？啊？烘的地鬼吧！讓嘞哈！來，容易。弟弟，你知道剛剛經過了什麼嗎？哎，到底發生什麼事？成功啊！好，感謝。來，下一組，請上場。來，阿姐，有看懂你了。 哎呦，人家帥哥按交通運動啊喲！姐姐，你請問唔客家人嘛？嗬？係我客人啦，嗬。我現在表態也係講反應。我用親口講來用表態。好。那你選一下你的隊友。隊友。隊友我看最引導誒。好，這個國賓嗬。 國賓係嘛個意思？你不能把你自己心中的初戀男友講出來。國賓係嘛？國賓係嘛？初戀情人係嘛？國賓係國謙還是？國謙啦。哦。不玩。係啊。啊，你來啦！你先到啦！快！幾多隻事啊？先講啊！唱開始。你客家人偷成條家哈？我做7百。我講。聽一下。 佢仲係菲律賓當島，佢隻屁股啊，屁股長，那講菲律賓太香太簡單了。為什麼會想到菲律賓呢？菲律賓沒有啊，泰國比泰國哈最有名啊。走得，兩隻得到兩隻半獎咯。通過，看來這次去到菲律賓啊，哈。還有最後一組啊！最後一組，來，帥哥，好了。我猜過。要幹嘛幹？漢言哦，猜題。來，因為先表態也係反應。表態，好來表態。總言同他比手畫腳。我比手畫腳啊！好，我先馬上做你 to you。還有選過你的帥哥啊！帥哥，我逃避用啊！你是現在帥哥。兩題哦，我2題，好啦。先考一共幾多隻時候？幾時搶開始？梁老師，好。你講嘅特別嚇，佢炸東西嘅地方嚇，佢一地櫃台地，嗰兩碼梁老師。飯掛。唔係，你都係講最切最地。珍珠奶茶爆乜雞啦？係啊，把種買胎還要配什麼？把種買胎巴掌大，佢一地嚇，差唔多把種買胎咋？按胎地，然後佢炸起來嚇，佢濕咗起來，佢就通過兩個腳嘅。兩個腳，鴨子，沒兩個腳啊！鳥，雞，OK， 雞嗎？雞公，咩雞公啊？雞排，啊，錯啦！我沒幫佢落啦。劉老師，桂林講的張三豐，該大一了嗎？什麼東西啦？張三豐，張三豐你嘛？張三豐是誰？不是了，帕森啦，不是了，帕森提奶哈。提奶哈，巴掌師。啊，沒。梁大師，斑馬，斑馬，張三豐大馬街，張三豐係馬英啊，太極，好驚險，真2秒。等一下，我真嘅講下，我真嘅唔知張三豐係馬英啊，張三豐太極始祖，冇看電視嘅馬英，紅金寶，座位嘅，他來調嘅。
就算没有，你也不可能不知道鸡排吧？还说鸡公哎。珍珠奶茶太肥了，不能配鸡排。珍珠奶茶配鸡排是国际有名的台湾特色。好啦，莫重点，它还剩2秒，记住一下。半球。还好没有成为猪队友。下一次不要选他，他真的太笨。还蛮雅迪的，还蛮雅迪。拜托。等一下多喝一点水，你刚刚有点激动。懂激动。好，新猫。哇，做得是凉的哦。哎，你好，要喊我的七甲猪尾咸臭茶。哇，7角猪尾哦。对啊，要3年内肉咸臭感。这个吗？对，然后加山泉水，用山泉水猪尾。对，所以你试看啦。来，我可以跟你们一次买4瓶吗？好。太高了，是6，而且这还刚退冰。对，因为我住后全部100蛋，冇安捏好会出神。对。不要全部抹添加防腐剂哎，抹对，哦，注意添加呢。那林娜，太姐啊辛苦哎，今天特辑，韩国安，我觉得幸我们也要敬所有工作人员，辛苦。哎，要还甜盐呢。因為我造型拍住條女時，我要看到啲啲個切個線草，對你現場這樣子。係啊，因為老闆都會切，係啲個切，而且一條我就要煮安尼，真緊張感哎，很回甘。我老實說，可以煮的比雪玲姐好喝的仙草茶，應該是你們家的。謝謝。有當我你唔整。但是你剛剛說你還3年呢？對，一多年一後食，第1年冇食。第1年，慶生我6年，我壓喺3年呢，越多年越好食，越多年越好食，咁會越貴嘛？會啊，越貴啊，所以我哋不惜成本啦，係咪？對，真幾年。像你一罐啊，差不多會幾多的線草長得走出來？我70公升，我用6件的線草。 70公升呢？對，這個下重本呢。而且花3年時間，又可以要代替3件水。不用，不用的話做唔得上工。 比較純天然的呢，嘛家東西都冇加呢，冇先做一條面，變凍好啦，外加回甘呢，錢啊，錢啊，還沒有講我搶嘅沒？嘿，冇，頭家搶，叫你頭家搶，裝得，好啦，安妮拜託教官，安子 say 啊，希望太謝，拜拜。哇，今日真嘅。 很挑哦，都難得有安樣幾飛耶，對啊。其實你看，今日有天氣安熱，最尾喊做啲雪梨鮮草茶哦，喊有哪家事情比你還幸福咯。真嘅呢，而且其實啊，都係你合作嘅路徑呢，真有特色。你會發現到，去到大嘅蔬菜呢，佢買東西都冇重用，全部都係菜體嘅。我有加菜體嘅特色，我有客家人嘅。 好美食，你就算到苗路當哦，靠安都有自尋哦，不如你實際親身走一回。係啊，來到南莊呢，就一定會食到龜扒嘛，就加食到豆腐乾啊、蛋卷啊。哎呦，今天寫到飽憋憋了，大家肚子說一下小腹。見太條有，你可能自家咧時差過來時間沒有這樣深入旅遊的。模式披薩要經過去，基本都對了，只講有好高有好食的東西凍到，鹹白油啊，我只夠去到學到不。 香嘅，係啊，我讓呢度肉也係好，黑壯啲都嘅路徑呢，其實青島對北到南到東到西都有，貼心呢做唔得爭100點。係啊，喊你把我們來許願去南外嘅路徑。係啊，所以客家鄉親朋友，還有哪一件呢？路界非常嘅好旺哦，加留言本大家啲一下。南北呢冇清楚，你就往路嘅時間就會讀到你一家之主嘅團隊去搶你出好料嘅哦。係啊，鄉下搞遊戲，鄉下送東西，本大家分享好料理。好啦，今日未晚呢，下禮拜再見。拜拜，再見。